弟兄姊妹平安，欢喜，咱倒转来上面的大家庭，新主任做伙在敬拜，因为主的主爱比死命较好，所以咱的水落到伊，使咱同心做伙面安心活到天地。亲我的主的引我上帝，跳通人民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诚信上帝，至尊至大主耶和华，阿拉甲万万岁。学乐话，常常伫咱的喙中。咱的生活中，咱常常用学乐来感谢咱的天父上帝，因为伊是咱永远的倚靠，伊是咱的帮站。诗篇121篇，诗篇121篇，我要举目来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以色列也无盥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现在即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2首，我要举目来望山。我的目睭。关来望山，天无外主，我的帮站是对倒落予我，倒落受死。我一切帮站是对耶和华，伊是创造。天地大主宰，我主无要，互你的脚摇掣，祝你平安。主保你，无拄面地观看，照顾帮助。主，你保守以色列。
的百姓，你无助民，互你无分相亲，主保守你，直到永远孤单，拢无变化。伊伫这边在做你的阴门，无予因带。更明日时，太阳拢无伤你，安静眠时，月光也袂害你。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使你活命。主保守你，互你生命无碍，心身安定。主要保守你，出入的平安。主祝福你，对这世到永远。感谢主，真做咱的保护者，真做咱的帮助者。伊是创造天地的，伊要保守咱的性命，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咱搁一摆，咱用祈祷的心来吟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常常把这首诗放伫咱的喙中，伊的确要真做咱的帮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因无我主。我的帮助是对他落予我，他落受死。我一切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大主宰。我主无要，互你的脚摇带，使你平安。主保守你，无拄面地关看，照顾风灾。主在查保守以色列百姓，伊无拄面，互你无困相亲。主保守你，直到永远孤单，拢无变化。伊伫这边做你的阴门，运转。更明日时，太阳拢袂伤你，安静眠时，月光也袂害你。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使你活命。主保守你，互你生命无碍，心身安定。主要保守你，出入的平安。主祝福你，对这世到永远。主要保守你，出入平安。主要祝福你，对这时到永远。
接续咱三个来吟圣诗259首。耶稣是我心所欢喜，耶稣是我心所欢喜。即请听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讲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甲伊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即咱的心是毋是有耶稣？耶稣是毋是你心所欢喜的呢？请咱搁一摆来吟。耶稣是我心所欢喜。耶稣是我心所欢喜，你是我命告诉更变，点起世间心为满意，愿我可你心为安定，你的真理永
即伫咱的生活中，检采有侪的艰难甲挑战，总是咱会当勇敢做伙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地保护。主的带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真前。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光明富贵放伫后面，专心为主来前进，为着正义应该用命，受情真甲来真情，无可惜烈，无可分数，我可全力咱的主，我可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名写人情世烈，因有地破到尾行，听他命令，向主正路，无叹世俗的法度，俗世需要希冀福音，应该隆重拄到前。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阮对主耶稣，到尾福气平安欢喜，主要使咱甘满意。请咱时常同齐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兄弟，勇敢壮大，我靠咱的主。勇敢壮大，我靠咱的主来向前。接煞，咱来吟上帝疼痛太话遐大，圣诗452首。上帝疼痛太话遐大，我已是落予我，经我卑微小看的人，互我甲伊困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
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彼日，耶稣稳定台为也真，充满伫我心内。因为神圣心经互因，心为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彼日，诚心感动台为夜光，互我亲在过时，承受福音心受感化，可以我心相知。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彼日，白行诚心三位。一生之冠之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无路伊命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彼日。咱捌所信的，也深信伊会保守。咱所交托的，主要保守直到彼日。最后，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85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咱用这首诗歌来准备心，来听候上帝的话，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得真实，主为奇妙卡的旁边，上帝的日子在顶部，比阮比今万倍较好。万民行起是的。
求上帝成就，诚心感化达人心肝，他主以福气满满。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在，恁着阿罗耶和华。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1首，圣父上帝伫天顶，请咱起立吟全首。圣父上帝。
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造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伯亚岛临难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第5篇。启应文第5篇。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一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情遍伫天的，上帝伫因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煞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齐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实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搁较羡慕。搁你的奴仆对这受警戒，是罪会知伊的失策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
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这是咱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咱坐吟全首。咱做伙仰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我为着即个新佮光明的一日来欢喜快乐，求你伫我的内心激励我，互我把握每一个机会，佮来亲近你，倚靠你。主爱的天父，昨昏是8月初8，老爸的节日，多谢教会青年为着老爸所备办的活动。愿这份疼甲感恩充满伫教会中，互神的子女拢知主疼咱每一个人。求天父赐福和所有做老爸的兄弟。伫这个暑假假期中，阮也要感谢你，带领学生有暑假通休困。求主保守细囝伫休热期间心灵健康。有分别的时间读经、祈祷、学习自我管理，规划时间，注意饮食甲运动，
节制手机仔的使用，结交适当的朋友，毋通浪费光阴，也为后一个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听愿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为阮所备办的一切。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圣歌队。
这是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来看两位圣经，箴言29章25节。行为人的，就是色罗梦，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安稳。搁来看一位圣经，马太福音11章12节。马太福音11章12节。对行洗礼约翰的时日到呾，天国互人强强处，强的人用力处伊，正道坚信真道得主欢喜，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施恩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内。伫今仔日是一个家庭真要紧的日子，是反省，是感恩，是祈祷。阮要伫你面前恳求你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特别恳求你设立阮的兄弟，互因真侪因的囡仔，真要紧。影响囡仔生命的老爸，主，阮伫你面前恳求你，亲自将你老爸的形象，就是阿爸天父的疼，放伫阮的中间，互阮一生因为仰望你、跟对你，阮就受主你的祝福，互阮有生命的智慧，互阮有生命的能力，也互阮有徛伫真理道路顶悬的勇气。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亲像老爸对阮讲话，阮将今仔日阮的心往你拍开，求主你踮伫阮中间，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逐年拢会伫妈妈母亲节，也是伫父亲节，咱的囡仔拢会想要为着爸爸妈妈来举行一个感恩的活动。昨昏咱的囡仔伫最后要结束。爸爸节庆祝活动中间，因用一个短短影片来表明因心中对老爸的印象。有来的兄弟，上帝祝福恁，但是牧师嘛要望恁会当思考这个问题。咱中间昨若说师无做伙参加这个暗顿这个活动的兄弟姊妹，无论是爸爸妈妈，敢会当有牧师邀请恁，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咱互相祝福。愿上帝互恁真做一个有影响咱的爸爸，影响咱的妈妈。愿天父上帝互咱伫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咱做父母的人，咱会当将上帝的真道来放伫咱的囡仔的心内，因带咱的囡仔真做一个有生活智慧、有生活能力、有生活勇气。坚持信仰的家庭，愿天父上帝祝福恁。昨咱的迄个囡仔因家己制作的这个短短的微电影短片，因为一个题目咧问讲，爸爸互我上深的印象。我袂要讲迄个内容，但是我要讲将来的祝福。兄弟姊妹，咱做一个父母，咱到底互咱的囡仔什么种的影响？咱互咱囡仔什么种的印象，当咱的囡仔咧回想甲咱做伙生活这段时间，除了感谢、除了欢喜以外，因敢有感受到我的老爸，就是伫我头前咧带我行信仰道路的老爸。我的老爸是扶持我一生，无论是孤单，也是伫人真老热的中间，拢坚持处用真道。今仔日牧师用这个题目，我真犹豫，因为这个题目真歹、真印象的，真深就甲咱吸引。但是处用真道的意思，就是讲你徛咧，你的立场，然后你的手的坚持，拢是上帝的话。所以处用真道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的立场就是伫信仰的立场顶悬。我的坚持，我的生活，就是活出来这个信仰。伫我软弱的时，上帝成做我的依靠；伫我孤单的时，上帝成做我的帮助。
所以今日牧师要邀请咱做伙为着家庭来祈祷，讲主啊，求你将这个生命的勇气、智慧、甲能力，授予阮的家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日圣经足底只有3句话，第一句话是箴言，有正反面，等一个牧师会佮解说一摆。伊咧讲起倚靠耶和华的人，因要得到高举。虽然迄个翻译中文的翻译毋是讲得到上帝的高举，但是伊真正意思就是讲，既然倚靠耶和华的人，因的生命要受到上帝的高举。阿门。愿上帝设立父母伫家庭的中间受高举，囡仔永远尊敬恁。因为上帝将伊的荣耀，上帝将伊的智慧放伫恁的心内，恁若尊上帝最大，上帝就高举恁的家庭。第二，今日圣经是耶稣的邀请，是应允的话，嘛是一个激励的话。咱咧行天路，就亲像天路历程、天路客。伊讲天国是强的人处去，心中较大粒的人，伊就得到，毋是干那这个意思。伊的意思就是你要努力，你要认真去追求进入天国。愿咱的教会是一间带囡仔进入天国的教会。愿恁真做一个带囡仔行天路的老爸。上帝讲，我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要伫恁的头前，甲恁三甲地地，永远甲恁同在，毋免惊，毋免论。所以就是今仔日的金句，申命记的记载讲。我要伫恁的头前，甲恁带路，甲恁三甲地地。所以无论恁的前景拄是甚物，所以恁毋免惊，毋免论。这就是今仔日的结论，嘛就是今仔日唤起咱对上帝话一个脚步的开始。愿天父上帝伫这个欢喜的日子，大大祝福。伫祈祷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将进入天国这种的祝福，享受伫今仔日的礼拜。既然有耳孔听的人，既然愿意拍开心门，甲主祷讲：主啊，天国是为我降临，伫我的生命中间，就亲像伫天庭。主啊，求你的圣心帮助我，互我有火热的心。天国是强的人出去。牧师今日要甲恁讲几个故事，但是牧师这个故事一定要变做恁的故事，安尼才有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恁。伫少年的时代就开始去思考讲，基督教的信仰做基督徒对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种的意思？牧师要讲的第一个真要紧的故事，就是李登辉牧师的，毋是牧师，李登辉总统伊的故事。李登辉前总统最近拄过身，全台湾各种的报纸媒体拢咧讲起伊的功与过。我今仔日毋是要讲。伊到底对台湾有偌大的影响？伊对台湾有偌大的贡献？伊是外交的人，毋是。伫这个新闻的内底，互我一个足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足久以前，当伊还阁做总统的时阵，就开始伊常常讲的一个伊的经验。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记得，但是有当时啊，无意中，迄个都袂记起啊。李登辉总统，伊常常甲伊身边的人，包括甲伊的查某孙仔讲，伊去爬山，去爬观音山。台北县有一粒山叫做观音山，拄就是淡水看过对面，迄个巴黎迄个所在有一粒观音山。伊伫爬这粒山的时阵，上帝予伊足大的生命的启示，这是伊生命最后选择一个信仰的立场的时，伊的一个。感言，伊对少年的时阵有2个问题困扰伊。第一个问题就是生甲死，所以伫迄个中间有迄个死亡的惊吓，生甲死人存在的目的甲伊的意义。好，少年的李登辉因为这种的理由，所以伊去坐神，伊去问卜，然后伊才做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这个少年的李登辉一直在找人生命的意义，甲人生命存在的力量。所以李登辉伫伊家己的日记的中间，来伫伊的演讲的中间，常常讲到这段的故事。第二，伊咧讲起
伫人生中间，伊咧找一个信仰的事。伫伊感觉看到家己内底迄个孤单、迄个软弱，伊讲伊最后找到上帝，即个上帝帮助伊。我顺便用即个老阿公，也是讲咱的前总统的故事，甲恁分享。恁无一定爱做总统，嘛有可能咱无法度做总统，但是恁会当做一个有智慧、有能力、有你的人生立场的你，毋是别人，嘛毋是李登辉。所以牧师今日讲这个故事最重要，有一个题目叫做“孤独的勇者”。虽然我真孤单，但是我真勇敢；虽然我真孤单，但是我真清楚；虽然我真孤单，但是上帝甲恁三甲伫地。牧师为恁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恁，诚做有思想的少年人，诚做有信仰立场的少年人。诚做有上帝通倚靠的真正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也甲恁三甲伫地。因为耶稣讲，天国近啊！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的教示中间上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应允甲主题，就是上帝降临伫人的中间，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兄弟姊妹。愿咱做一个基督徒，毋是干那听道理，因为这个道理是一种的财物，是一种的知识，毋是。这个道理就是生命。当咱信耶稣了后，咱要活伫上帝国同在的内底。孤独的勇者这个字，是我几个月前读一本册，迄本册内底有讲到教会历史中间有影响咱的人。其中这个作者引用到一个叫做 Thomas。卡内利这个人，这个牧师，伊所写的教会历史内底有两个人。今日牧师要讲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因为太长了。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恁一定知影，伊就是宗教改革影响的人，叫做路德马丁 （Martin Luther）。这个人伫这本册中间，伊甲伊称作一个影响500年来教会历史中间的一个真要紧的人。伊的理由一句话，伊无写足长的故事的描述，但是这句话，互我有一个足深的感动。我嘛要分享我兄弟。伊讲，这个牧师伊最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开门。伊拍开一个思想的门，拍开一个信仰反省的门。路德马丁拍开天主教伫个暗淡的宗教历史、对立的历史的中间，伊伫礼拜堂的门口搭一张海报，95句话。伊拍开一个思想的门，所以伫这个中间，这个作者托马斯伊讲，这个人伊拍开这个门，后来影响500年，直到20世纪、21世纪。伊的这种的态度，互全世界产生一个真大的影响，就是讨棒、启蒙思想。我要鼓励在座的兄弟，你爱甲上帝同工，用上帝的话拍开恁的囡仔的思想。这个信仰毋是一个宗教道德哪点，毋是。这个信仰就是一个受影响、受祝福的开始。咱做信仰的老爸，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甚至做家庭的父母，咱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甲囡仔开门，毋是开门带因出去外口佚佗，毋是，是甲因开门带入来，伫上帝至圣所，伫真理甲活命的殿堂的内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祷，上帝的圣神祝福在座所有爸爸妈妈。恁真做一个开门的基督徒。第二，伊咧讲起一个叫做John Knox这个人。John Knox这个人为什么牧师慢要讲伊的故事？因为咱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对这个人开始。因为咱的教会一开始是对苏格兰来，这个人就是苏格兰的教会的老爸。虽然伊是受到这个加里文、约翰加里文的影响，是约翰加里文的学生，但是约翰加里文造就这个人，后来真侪影响全苏格兰，
后来咱台湾的教会，所有真多的传统是受到苏格兰的教会影响。简单，无凊彩讲话。这个人到伊死的时，苏格兰的国王徛伫伊的礼拜堂的墓园，这个墓园的头前讲一句话，伊讲：这个人是从来不会拍马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永远勇敢，就算这国王伫伊头前，伊嘛替上帝讲话的人。你若爱看这个故事，恁会当去读牧师会当介绍恁读伊的故事。牧师用这两个孤单的人，我会倒来甲恁提醒。咱会当看历史中间有真侪受信仰影响的伟大的人，但是唔通袂记哩，影响这伟大的人上重要，本身就是耶稣。耶稣伫伊的话语，耶稣伫伊的行为顶端，伊充分表达一个伊对信仰的坚持无妥协。甚至伫伊孤单行夜时，伊讲一句基督的话，咱拢会记哩。伊讲：主啊，若通，互这个苦难苦涩的杯离开我，恁会记吗？这句话其实就是咧表明一个孤单、真实的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敬拜的时，这个主耶稣，伊影响恁的家庭，就亲像伊影响john Knox，伊影响这个马丁路德，伊影响每一个特时代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勇气放伫咱的中间。今仔咱所读的金句只有3句，一句金句旧约甲新约3句话。亲爱兄弟姊妹，爱读好深。读好清楚，读好了解，读去了后，佮思考今仔日咱共同伫礼拜中间圣神对你所讲的话，然后将这句话加入你的灵魂的内底，然后背起来，常常思考。因为今仔日伫箴言29章25节，伊分头前段、后壁段。伊讲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伊就互人加群结党，陷伫罗网的中间。第二句话，伊讲一个倚靠上帝的人，孤单、单独、勇敢向前行。这种的倚靠上帝的人，因就要徛伫安稳的所在。这个安稳这个字，有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要高举伊伫弯巧背逆的时代，真做一个人看会到的光灯。这就是今仔日的箴言。如果恁若有感动，上帝若插恁的心，恁甲上帝讨讲，上帝求你高举我做爸爸妈妈的人，伫我的囡仔的面前，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毋是干那伫礼拜堂有一个敬虔的心，伫我的生活中间嘛坚持，甲我的囡仔同款，行伫上帝的真道的顶端，互上帝的话是。就讲是，勇敢壮大，对你的囡仔讲话。伫你的囡仔面前，你若安尼吞吞吐吐、行行行行，你要安怎将你的囡仔造就成做一个上帝所要重用的器具？愿天父上帝高我咱的嘴，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开门的教会，带咱的囡仔思考。我读这本册，伊讲一个土气，因为其中有一个牧师，伊收集全英国500年来的讲道篇，无数的讲道篇记载伫旧的册内底。这个牧师只有出45篇的讲道，放伫伊编辑的一本册内底。伫咧引言的中间，伊讲一句话，伊讲500年来的教会，到底有几间教会？真正是咧唤起基督徒思考、思想上帝的话。伊心内真郁卒，伊感觉讲500年来，英国虽然出真侪伟大的布道家，有影响力的牧师，但是基本上除了路德马丁、加里文、john Knox以外，真多数的教会拢咧拄久。因无真认真用上帝的话来唤起基督徒思想，改变伊家己的生命。
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听耶稣所讲的话，伊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必得着。阿门嘛。恁愿意互上帝的国临到伫恁的人生中间，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嘛。恁愿意互主的基督文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应允，活伫你的生命中间嘛。你愿意伫你行天路这个人生的过程顶悬，大大有荣耀尊贵，有影响力嘛。愿主甲咱三甲伫地，因为这内底有讲到两个字，一个就是努力，一个就是努力的人。但是伊头前讲到一句话，伊咧讲起对行说的约翰的时代到今仔日，伊的意思就是，当上帝国临到，通过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迄个时代困着基督徒。用对行说的约翰开始，行说的约翰甚至讲上帝为最后，互希律王该抬头。伊讲，因为这个世间黑暗的势力亲像狮，伊吞食基督徒，伊这个桌上的这个麦克风，伊会当安尼翻译讲。天国已经受到黑暗的关系，受到极大的攻击。强迫的人想要对耶稣的手中，对上帝的手中，该夺取上帝国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努力的人就是孤独的勇者。伊讲努力的人，因就要得到。天国是强的人出去。努力的人就要得到。所听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伫咱行天路的过程顶悬，愿天父上帝，互咱用属灵的气力，伸展上帝国度的应许。愿天父上帝帮助教会，互每一间教会成做一个宣扬上帝应允的话的教会。咱伫上帝的面前，倚靠上帝的话以及圣神的帮助，跟对咱的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亲自流露伊的模样，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悬完成伊勇敢的使命。耶稣讲：既然有人要做我的学生，既然有人要做我的学生，就爱举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今仔日的圣经箴言29章25節，牧師拄則已經有甲咱解說一擺，我講一擺，你會分 A 甲 B。前段甲後段，伊讲行人的人就要陷落落网。这句话伊真正意思就是咧讲起，一个若不管是拢重视家己的人情世事，看人的目色，重视好人缘，就是我甲人做伙，我爱互人学乐，我有好名声，我爱甲人交陪时，有人情世事好人缘。所罗门讲，这种的人，伊最后会陷落伫这个人情世事的落网的困中，因为真有可能伊会牺牲上帝的真道，真有可能伊会放弃伊内心正直的心。一个基督徒，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伊真正意思就是讲，虽然我重视甲人有好的人际关系，虽然我重视爱有好的名声。但是，这所有的一切，拢袂当赢过，互上帝话，互人听见。所以，所罗门搁落去讲的，伊是一个正向、正能量、正向的话。伊讲什么？伊讲我靠耶和华的人，因的确要得到安稳、坚固。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讲高举，受上帝的高举。所以，有一个牧师伊讲。如果一个人若过头追求好名声、有人缘，伊真有可能伫伊的人际关系甲伊的生活的立场顶悬，伊会采取安那讨好别人，牺牲伊正直的立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开始，咱伫上帝的面前讲，
主独独，我要专心、尽心、尽性、一力、一意，最真实的基督徒，互你的话活伫我的生活的中间。愿主高举咱，这个安稳这个字，伊叫做撒亚，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就是上帝高举咱。甲咱伫几年前咱所用的迄个胸章以利亚敬，你会记无？以利亚敬就是上帝甲伊还手，上帝甲伊祝福，上帝甲伊抹油。以利亚钦迄个钦本身的意思就是上帝就甲咱高举。所听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安尼讲，上帝要高举咱的生命，愿咱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帮助。咱愿意做耶稣基督学生，亲像伊受伊的交代。伊讲，既然有人要做我的学生，就要举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咱信仰的坚持，咱的生命要得到上帝的高举。这就是保罗劝勉伊的囝儿提摩太。伊讲，伫弯巧背逆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囝儿。伫弯巧背逆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伫黑暗的世代，将生命的真道亲像光来表明出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伫每一摆安静所听到上帝圣经的话，咱得到伊的坚固。咱伫伊面前，咱对上帝讲：上帝啊，帮助我！上帝啊，帮助我！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咱做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今仔日的金句讲：耶和华我的上帝，你要伫我的头前，你要甲我三脚地地，无论我去到什么所在，你伫我的头前，你要扶持我，你要帮助我。就像今仔咱敬拜赞美一开始的时，英皇长老伊所读的诗篇，伊讲：我要举目望山，我会帮助对来。所听兄弟姊妹。你伫什么所在找到帮助？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地地，勇敢壮大，因为上帝要甲你三脚地地。你相信吗？你愿意伸出你的手，你甲主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你牵我行天路。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牵我行天路。这就是上帝的话讲：我要伫你的头前，我要甲你三脚地地，我无气杀你。你唔免惊，唔免论。愿天父上帝照伊信息的话，互咱生命的勇气甲开力，享受生命的勇气甲开力，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当咱讲阿们的时，咱甲上帝讲：主啊，我要处用真道，我要徛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端，主要一生坚持你的教示。愿主照你的心愿，愿主照咱的决志。享受对顶面来开力，享受对顶面来开力，享受圣神伫咱的内面运行，超出所求所想。上帝运行的开力，大大帮助咱，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拄则牧师有甲恁分享到李登辉，伊讲伊去爬山，伊招淡水边总统去爬观音山。甚至伊虽然一生真遗憾，无法度爬玉山，因为台湾上大上悬的山就是玉山，所以到年老，伊甲人讲：啊，我若过身了后，你留火化，啊烧烧咧，啊瑞瑞呼呼，摕去玉山顶悬甲我压压就好啊。当然，咱的国家无温存迄个污染，当然迄毋是污染，伊要肯定全咱国家内底最悬的一个指标，一个五指山的公墓顶悬。但是伊徛伫迄个过程顶悬，伊感觉伊有责任来分享接伊的任内的即个新的总统，因为发现即个少年的总统，伊需要有信仰，伊需要有价值观念，伊需要多读书。李登辉总统是一个一世人不断追求信仰、追求思想的人。伊发现伊的身边真侪人不读书。真侪人无用心，无用思想，所以甲李登辉、甲陈水扁总统讲：当我徛伫观音山这个山尖的顶悬，
我才发现家己的渺小，我才发现心中的惊吓。我会晓爬山，但是我嘛会晓落山，因为人生政治亲像咧爬山，但是有一日一定会阁落山。我要采取什么种的态度？徛伫天地中间，因为伫观音山的山尖顶悬，虽然我是徛伫一个至悬的所在，伫万人之上，但是基本上我的顶悬也有上帝。所以听下这，恁去想，你认为总统伊所讲这句话，伊伫这种的反省过程顶悬有几项的感触。第一，伊发现家己的软弱，无讲出来迄种的惊吓，伊内心的误会，伊内心的血气。所以伫迄个所在，伊明白一项，人需要有信仰，因为力量甲思想，毋是亲像落雨对天白白落落来。伊讲，人的信仰甲勇气，毋是白白得到，就亲像耶稣所讲，天国是强的人出去。要做基督徒爱认真，伫逐种的好事顶悬认真。亲爱的姊妹，要做基督徒爱认真读圣经，思想上帝的话，爱认真精进好的精进，认真改变你的思想甲习惯。有真侪基督徒30年如一日，伊的习惯、伊的思想，从来就无容易拍开，互上帝的话来改变伊的思想，甲伊的生活习惯。原来毋是安尼，互咱日日换新，上帝用伊的话，用伊的圣心来帮助咱。所以听遐的姊妹，毋免惊孤单，但是爱学习孤单；毋免惊孤单。但是爱学习孤单，因为咱古早一本册讲君子慎独，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一个望伊会当真做有一个好品格的人，伊爱真心中过伊单独的生活。有人看，无人看，伊拢知影天顶有上帝咧看。所以古早人讲君子慎独，就是讲起一个好的品格的人，一个对家己的生命有所期待的人。伊虽然孤单单独，但是嘛无凊彩，连伊的思想、连伊的念头、连伊的欲望，伊拢真认真去面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做正确的选择，互咱做正确的选择。圣经有真侪话，对咱是真大的祝福。约书亚讲：恁要信心种的宗教信仰，拢无要紧。因为上帝赏赐人有自由意志，但是我要欢喜甲你讲，我甲我的囡仔要信靠耶和华。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认捌，咱做咱的选择。咱甲上帝讲，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我要修身听上帝的话，才听这个世间各种的主张。我要修身，先听圣经上帝的话，然后我才有法度判断这个世间各种的主张是好也是唔好。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第二，愿咱伫主的面前得到圣神的帮助，勇敢壮大，学习咱的主耶稣基督。咱伫主的面前亲像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22章16节有写着一句话。就是法利赛人叫伊的学生去问耶稣讲：耶稣啊，你实在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你伫这个所在传上帝国的道理，但是你真无认真味，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耶稣的学生本身死就是死，所以耶稣伊本身流露一个模范，伫这个所在圣经讲诚诚实实。类似这个字伫希腊语，伊本身的意思就是真理。牧师解说互恁听，最要紧的意思就是要邀请恁对少年开始就坚持做一个正直清气的人。毋通甲牧师咧讨论你的生活的时，你讲我知啦，信仰就是安尼讲，毋是干那知。
唔通凊彩使用恁的身躯。老师讲这句话，唔是责备恁，是一个真正对心中对恁的疼惜。恁若好好保守恁的身躯，好好保守恁的思想，好好保守恁的将来的梦想，用清气甲正直，恁才我都看到上帝的国临到伫恁的生活的内底。所听兄弟姊妹，耶稣毋是无真正理。耶稣面对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伊讲：回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请恁会记得，耶稣讲：从此以后，耶稣讲：从此以后，对待了后，恁的生命爱改变。哈利路亚吗？愿主赏赐这个得胜的气力，互咱伫主的面前，咱对上帝的话得到帮助。孤独的勇者伫圣经中间有一个希腊语，伊叫做 parousia。这个字本身真会通来说明伫信仰中间所留互咱信仰的传统。这个传统对旧约开始的先知祭司，因着勇敢壮大讲上帝的话，这个字就是 parousia。所以有一个真互上帝重用的先知叫做以利亚，用主啊，我实在孤单、艰苦、惊吓，秘伫崩坑40日。上帝问伊讲：你咧创啥？用主啊，这个可恶的国王，伊掠了所有咱的先知，最后剩我一个人。以利亚表明伊心内孤独勇者迄种的土气。这个字叫做 parousia。对旧约到行色的约翰，后来到耶稣，到今仔日，咱所听到John Knox，伫国王的面前嘛，绝对无乌白解写上帝的话。李登辉嘛是安尼，毋是教人才安尼，是因为人听上帝的话，才成做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立场的人。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互你伫你的面前，你甲上帝讲：主，我要全然勇敢壮大。使徒行传第28章31节，伊所讲，伊讲勇敢壮大这个字就是 parousia。伊讲耶稣的学生勇敢壮大，宣读讲道，直言无讳，公开坦率，勇敢无惧。parousia 伊的意思就是全然勇敢。无论伫什么人的面前，毋是要甲人冤家做勇敢哦，毋是，是坚持信仰的勇气，毋是冤家的勇气。这叫做大勇，不是小勇。愿天父上帝将圣神所予咱的气力，互咱坚持将上帝的话挖出来。所听下这注意，上帝的话毋是做参考的。上帝的话不是可有可无。你一定会看到伊家己的软弱，伊才知影，虽然我过去追求不够，虽然我过去追求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一生是一个追求真理甲思想的人，甚至到伊年90几岁，也阁不断因为读册来欢喜，因为伊的思想的更新来欢喜。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上帝的话讲到伫你的内心，然后你得到一个新的智慧了后，有一种讲不出来欢喜，你的生命因为安尼来改变。愿天父上帝带咱，互讲的人、听的人，拢白白因为上帝的话来欢喜，活伫咱的生命中间。信仰是活的，信仰是真的。所以代表讲，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立志，咱甲主讲，主求你帮助我，伫弯巧背影的世代，做一个正直的爸爸，
兄弟啊，咱的婚姻毋是为着负人负责任，咱的婚姻是为着上帝负责任，不是讨好你的婚姻的伙伴，是因为上帝互恁做伙，要享受这个婚姻。虽然咱的婚姻伫人生中间会有真多的困难，但兄弟姊妹莫失志，伫心中的坚固中间，咱的信仰就是一种的婚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活出来上帝的话。上帝祝福恁，有结婚无结婚，有囡仔无囡仔，拢会当有丰盛的活命。愿主帮助牧师，将牧师讲无了的话，甲恁讲。也愿上帝互咱，拢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爸爸甲妈妈。咱当心讲阿妹的事，咱甲主讲，主互这间教会有思想，有上帝你的话，将上帝你的道路表明出来。咱当心来祈祷。求主怜悯阮，因为阮何等的有限，无论是阮的智慧，无论是阮的性情，无论阮面对引诱试探的能力，阮发现阮家己极大的软弱甲有限。至圣的上帝，你对天降临，你伫阮的面前，你甲阮讲，你是完全的，你爱阮得到完全。出你知阮的软正，你知阮家庭的欠缺，你知这间教会的无够业，但是若有你伫阮的生命中，若是有你伫阮的生命中，阮就得到完全。听人祈祷的上帝，求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怜悯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安静听候，你做阮的倚靠，高举阮伫黑暗的世代为你发光。我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是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
请坐，这是咱来准备奉献。咱做伙起立，金奉献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伫咱要吟平安礼诗歌进前，牧师要邀请咱来为着洪长元兄弟伊昨12指肠出血了送去2级急诊即摆伫中山医学院来做一个治疗伊有发现即个12肠已经检查出来是12指肠出血咱嘛为着燕泉兄来祈祷。燕泉兄即摆已经转去即个慈济即个丰原慈济的即个安养中心有开即个人工即个肠仔的部分开一个切口会当帮助伊的即个排泄即个部分咱嘛为着所在来祈祷。即礼拜因为即摆还阁袂当真侪人去看伊所在真少年咱，所以咱真久无去遐看的是，其实伊感觉真孤单，但是还好，因为有小小拢一直有咧甲关心阮去甲看希望会当较紧咱会当带伊来接伊来做礼拜安尼所以这愿上帝帮助咱真侪遮的有需要的家庭兄弟姊妹，伫咱的祈祷中间，请咱纪念伊。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人来祈祷阁有咱嘛继续为着郭玉玲的妈妈郭玉玲的妈妈伊伫顶礼拜有伫病院，牧师甲伊洗礼伊有接受主做伊的救主。咱来为着这个人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少年伫阮中间，特别袂通甲阮做伙身躯欠安的人，无论是洪长元兄弟，无论是
庄彦全兄弟，无论是丹素阿伯，无论是即个郭图精英姊妹，愿恳求天父上帝特别怜悯遮个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你施恩保守照顾，互因欠安的身躯，通得到上帝你的医治。主恳求你将活命的气力丰丰富富来享受伫因的生命中，也愿你的圣神带平安伫因倒床的时，你的圣神甲因相合伫地。至圣的天父上帝，愿恳求主你怜悯帮助。当阮讲平安平安的时，愿期待所有阮当时的兄弟姊妹，拢会通领受上帝你的帮助。虽然阮是肉体的躯躯，有时阮会生苦病痛。但是求天父上帝，互阮伫生苦病痛的时，无失志，无惊吓。主你犹原将喜乐甲平安满满放伫阮的中间。也愿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年长的长辈，无论是张哥长老、本入长老娘詹天碧老师张成技术娘。嘛保守塑胶节，互伊伫治疗的过程顶悬会当早日恢复身躯健康勇健。至圣的天父上帝，愿将阮中间阮的长辈拢交伫你的手中，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你的疼满满长阔关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祈祷的诗歌，愿主的疼充满伫咱的家庭甲咱的教会。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心中，你的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愿主的听甲咱相合伫地。咱真欢喜，今仔日有一寡出外的，咱的囡仔倒来甲爸爸做父亲节吼，愿主祝福恁伫这段时间会当享受囡仔甲咱做伙这种的欢喜甲快乐，上帝祝福恁的家庭。好，咱下面咱来请牧师甲恁邀请吼，过来后礼拜开始，咱这礼拜拜六开始，咱就要开始查考新的一个阶段，就是用耶稣的话做主题。牧师要先对这个登山宝训做开始，就是马太福音5章甲第7章，用登山宝训先了解耶稣的讲道，以后才慢慢牧师要甲恁讲一寡耶稣伊的心内话，主题式的这个。恁若欢喜参加，恁时间来当参加的人，恁会当甲牧师讲，牧师甲恁加入这个LINE族群。牧师的讲义甲这个一寡信息会当伫迄个LINE查经。这个小组的族群内底，恁就会当接到吼。恁若袂当来，不要紧，牧师嘛会当寄互恁吼。这个资料，恁会当家己伫恁单独的灵修的顶管，嘛会当继续读这个圣经。上帝祝福恁。咱来为生这个人来祈祷。咱来将生这个人。主你有永远的荣耀，
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较入看。本周聚会，礼拜三暗时8点祈祷会伫礼拜堂。家庭礼拜目前是拢暂停。青少课拜六的聚会嘛暂停。查经班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光服侍，后礼拜林安乐执事领诗陈忠生长老，苏琴刘玉明兄弟，书宪曾主席甲我本人交代。第一组爱灿咱目前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较伫读。具体交通第一，8月23青年主日，请代祷。第二，非常好的课程，我爱研发我做主。真好的政治教师实作班，9月14到15，咱教会有优惠，欢迎报名。第三，8月份开始新的查经课程，认捌耶稣的教示，主题对耶稣的教示，重新看见灵魂的导向。请先查考登山宝训马太5加7章，欢迎参加。想要参加的会当加入赖的查经族群，方便咱联络查经的内容。第四，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请咱照顶头的分数较入来看。成绩单8月26截止。第五生日敬亲生育庄雅君、刘佑成、林安禄、李青青、林彩珍。奉献报告，请咱较入看，若有出入，则过价反映。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第三，为身体欠安敬亲生育张晨、詹清静、钟岩、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聚、洪詹树莲、洪长远、刘克龙、洪在根、陈池忠、郭涂金英、庄彦全。第四，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祈祷。升高中名誉硕恩一义，升大学云新云房启恩。第五，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集德克达雅。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上映的诗歌507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每一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